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市场全天震荡调整给人感觉好像是牛市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指数应该是连拉了几根阴线，而且今天跟昨天正好反过来，今天是高开低走，尤其是这个双创指数双双暴跌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双双跌超4%，截至收盘，沪指跌0.62%，深成指跌2.54%，创业板指数跌3.99%。与昨天相比成交量有所放大，将近2.6万亿增加了2000多亿，主力流出1000多亿，下跌家数3500家，上涨的只有1700家，中位数就是跌0.95%，就是一半的股票是跌了0.95%以上，加上昨天的加上在前几天的这个跌了好几天了，给人感觉有不祥之兆。今天这个银行股又拉冒烟了，为了护盘国家队主力又在拉银行股，所以这个沪指跌的少一点。那到底发生什么原因了呢？导致这种下跌昨天对吧，来了个今天的这个 V 字反弹，今天又来一个高开低走，这是要关门打狗吗？沙滩上建高楼不行了是吗？我们看这个新浪证券他说A 股市场杀跌2大原因。10月14日午后，日经指数开盘加速跳水，最大跌幅超3%，韩国股指亦跟随杀跌，2大指数跌幅皆扩大至1%附近。香港市场3大指数波动也持续加大，恒生科技指数跌幅达到了3%以上，受此影响 A50 亦是遇震乏力，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了你咋不说是胡适把这个亚洲股市带崩了呢？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分析人士认为，市场杀跌主要还是源于2大原因，一是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这就是胡说八道了因为昨天晚上这个美股是在涨的，这纯粹是找原因了外围社交媒体今天流传神秘账户又在虚拟货币开空单的消息。二是日本市场变化比较大，日元由贬转升，日股大跌，引发市场担忧。这个纯粹是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这也实际上就是沙滩上建高楼什么时候塌都有可能。这次会不会塌也不知道你不要怪什么日本股市，什么韩国股市又怪什么神秘账户做空虚拟货币。胡适的它涨跌还是跟它自身关系是最大的，也就是说他这个自己内在的原因。有人在 DeepSeek 上搜了一下，叫大 A 资本乱象亟待改变，马上给出了答案，说当前 A 股市场资本乱象已成为投资者信心低迷、市场长期疲软的核心症结。结合市场现状与各方分析，其核心矛盾与改革方向归纳如下。这第一个市场乱象的主要表现，一个是高频量化与资本短期套利，什么板块轮动割韭菜，北向资金扰动融资端失衡与套现乱象， IPO 高估值陷阱，企业上市定价虚高，于价值100元标价1万元，为大股东减持质押转融通做空提供套利空间，无序减持潮，限售股解禁后大股东集中抛售，甚至通过离婚、质押等方式绕过监管，融资抽血优于投资回报。证监会声称投融资平衡，但95%的投资者亏损的现实与之背离，监管与市场预期的割裂，政策落地效果不足，例如科创板支持机制等利好政策未能扭转市场信心，投资者质疑口号式救市，处罚力度薄弱，财务造假违规，减持成本过低，以劣质企业长期占用市场资源。这个是对吧 AI 给出的答案了。这个就是咱们说通俗点就是胡适里面太多早该退市的企业，但是他一直不退市，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劣币逐良币。本来这些企业应该退市就了事了，但是他为了不退市，为了保住上市主体的地位，他为了保住他那个提款机他只要能在 A 股市场待着，他就有机会增发对吧？有机会去讲故事对吧？他买几台服务器，他就变成算力股你什么概念热，他就搞什么概念，他就有了
讲故事的这个资格啊，那就相当于有关部门给他们发的饭卡，只要这饭卡不没收，他总有一天还能去取钱去吃饭。所以啊，这些本该早就退市的企业，由于他没有退市，但是他要保住他那个饭卡，所以他就只能造假，因为他实际上市场他待不下去，他企业早就没有什么主营业务了，也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能力啊。有的公司整个上下没有100号人都走光了，没钱发工资啊，但他还得维持一个假象讲故事，所以他就不得不做假账来保住自己上市主体，这叫保壳。你这么干，他也这么干，本该老老实实退市，但是他不想退市，所以通过造假留在这个市场，这样的企业非常多。然后动不动来讲个故事卖壳，叫现在啊，你看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又提倡通过并购重组，这实际上又给他们一个讲故事机会。哎，他马上要找一家企业，他明明是生产火腿肠的，他说他要搞芯片，为什么呢？他要在市场找一家做芯片的企业，要买人家的股权。哎，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芯片企业，就问你喜不喜欢吧，就问你有什么脾气没有。这个就是堂而皇之的，都在这么玩，这叫大 A 资本乱象亟待改变，这是 AI 给的答案。后面还有啊，说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剖析，说交易机制不公啊，什么减持规则宽松，这个减持规则宽松里面有含啊，大股东套现无实质约束，说5年禁售期后认可清仓式减持，对，好多这个高科技企业减的那个控股股东啊，都变成小股东了，也就是公司他都不要了。企业上市目标偏离长期经营，分红机制缺陷，分红除权、回购不注销等规则使投资者无法真实获益，违法成本过低，财务造假处罚金额远低于套现收益，保荐机构连带责任未严格落实。那怎么破局呢？这个人工智能啊，还给出了答案，说从融资式转向投资式。投资端改革迫在眉睫啊，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建立分红挂钩的再融资机制，强制盈利企业提高现金分红比例，限制量化交易啊，融资端强化源头治理，IPO 估值合理性审查，引入行业市盈率，锚定发行价，杜绝三无公司，无主业、无利润、无技术上市，减持新规加码，大股东减持比例与公司业绩挂钩，套现需补偿中小股东，引入长期资本与改善生态，扩大养老金险资入市比例，预期管理透明化，什么政策制定需贴近市场，避免救市口号与实际表现背离。例如沪指站稳4000点后再宣告平衡，什么严打违法违规零容忍，建立证监会、公安联合执法机制，推动财务造假入刑。结语是阵痛期的深层与机遇，当前市场处于制度重构的阵痛期，投资者需在分化中聚焦政策受益明确的领域，是吧？短期避险黄金资源类啊，什么扣 DII 对冲外部风险啊，中长期布局国产替代创新药等国家战略方向。监管唯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法治化、制度化改革，才能终结融资式循环，重建80%投资者盈利的健康生态。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它罗列出市场乱象，这个倒是罗列它比较这个相对全面嘛。但是啊，破局可没那么容易。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啊，好比这个一场球赛，这个裁判出问题了，你老是找这球员的问题有什么用呢？对吧？你老是骂这个球员啊不该纹身，那个球员素质不好，那个球员体能不好，那个球员犯规，对吧？多次犯规，那个球员是走后门的，对吧？花钱买的上场踢球机会，那有什么用呢？你的裁判有毛病，甚至啊，你连整个的足球比赛的规则都出了问题，对吧？然后你天天让球员改正，对吧？要让球员纠正啊，天天吃海参，天天去锻炼，提高体能，有什么用呢？只能越踢越差。这其实是一个道理，自己想一想啊，哪儿出了问题啊？不是球员的腿出了问题，对吧？也不是球员的这个体能出问题了，也不是球员的这个技战术啊，就是大脑出问题了，对不？甚至啊，问题不在球员身上，问题出在你整套的运行机制都出了问题。你看看啊，这最近这个每天那个抓的啊，这个监管部门那些干部，对吧？那些发审委的主任啊，什么前主任、副主任一大堆的，有的退休都多少年了，都被抓出来了。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你这个市场怎么好得了？就是那么多糊涂胆大的人还愿意去赌、去炒想赚钱。所以你看啊，咱们一直说啊，你看你这一套东西在美西方，甚至不要说美西方吧，你就是日本、韩国玩的都不错。你说日本、韩国也就算了吧，对吧？人家毕竟是老牌的是吧？啊，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那就说越南、印度这样的后起之秀，人家那个
资本市场玩的也挺好，不亦乐乎的，那是怎么整的呢？怎么到这儿它就水土不服，就不灵了呢？难道用的不是一套东西吗？所以说啊，作为韭菜，作为牛马，对吧？咱们建议是，如果就这一套东西从根本上得不到解决，你最好不要参与。那个早有专家就说了，比赌场都不如啊，对吧？你想在那个镰刀上面舔血，叫刀口舔血啊，结果是什么呢？啊，结果就是建功爷叔这样的。大家看视频啊。再解释一下啊，你把你的话讲清楚，你跟他讲的意思是完全反了啊！我给3个月。这次经历了这个股票，从一开始到最终的结局，我在车上就讲了，连续3个涨停板打开以后，你抛掉3万股，这是我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反复电话联系。最终我跟他说第4个、第5个涨停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抛掉10万2/3，因为根据我的教训跟经历，风量不大，然后反复打开，接下来会有大事情。最后第5个涨停板，我说抛10万股，他抛掉1万股。最后到第2天跌停板，问我怎么办，好像今天形势不好，我说继续抛10万股，继续。他说可能，他说这怎么行了？怎么了？最终的结果，我的回馈听到的消息，他是没他没抛，最终呢他没抛。你说我的话讲到什么程度啊？我说你们要为家庭考虑，一个贷款18万，第二个你的房子要装修，第3个这个你要改算。他说贷款是儿子的，跟我不搭嘎。我说儿子是你的，你要操心嘛。然后你这个现在买掉，你要说完我再说嘛。你买掉以后，先把这部分20来万钱讲出来，把一些事情都了掉，然后停停的搞一些事情。我说，听我说说嘛。你说，1至3年，我必定看到4块5到5块。1至3年。我是1至3年。现在过了多少年了？过了半年了。还有多少年？还有2年半。还有2年半。那么你这句话应该怎么讲？结果是3年左右，应该1至3年。这1至3年也不小学数学1至3年错吧？你这个小学数学都没学好，减掉半年就好了，2年半嘛就好了。1至3年对不对了？1至3年对不对？不对了呀，你已经过掉半年了呀。不是，什么叫做干？什么叫做过了半年？他现在叫你补身体了。那你就说1至2年半。他现在概念不是叫你涨股票的呀。他抬杠。那他不是抬杠，我跟你讲，听我的啊。他叫你补身体了。他现在赖账了。对，抬杠。我有这个意思，我有这个感觉，我有这个感觉。听听阿斌他现在赖账怎么样？听吧，可以吧？他赖账。这个爷叔啊，我看他经历了这个建功5个涨停，这5个涨停就像是给爷叔啊开了个玩笑，更像是资本市场好好的耍了他一把。现在又到了3块以下了。不过爷叔有点啊还是很厉害的，就是虽然已经被套10几年，但是他依然坚信啊会解套，而且给他3年时间还你一个4块或者5块建功股票。不知道爷叔还有几个3年呢？像爷叔这样的人有多少啊？马后炮谁都会，对吧？你看完这个5个涨停以后，你都会评论啊，我们应该在第几个走，第4个走，第5个走，那现在就能补仓了。对，这个都属于马后炮啊！你就但是身处其中的人，你肯定不愿意走啊。万一后面来10个涨停呢，对吧？万一后面来个利好，说这个建功啊也去做这个算力股，也跟杭州某是吧公司签了这个算力大单40亿，那后面连来10个涨停，你追都追不上，那爷叔10几年的这个时光不就白等了吗？那对爷叔打击多大呀？但胡适他就这么炒啊，谁知道呢？对吧？就是这个红衣服这个人啊，他说你在第5个涨停就应该跑了，不停的打开，万一他真跑了啊，后面建功突然来个公告，对吧？收购了某个芯片公司，股价2个月啊翻个10来倍，爷叔要出个好歹，你负得了责任吗？他第5个涨停就跑了，这个我是亲身体验过的，不过我无所谓啊，我就是在华丽家族啊，他要腾飞之前我跑的，大家可以看看那华丽家族后面涨了10倍，它是怎么涨的？我在里面啊，在它涨之前，在里面炒了小半年，至少要3、4个月吧，高抛低吸啊，然后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是略挣了一点钱，但是我挣的这个钱肯定没有这个手续费还什么印花税多啊，我只能说在里面没赔钱。后来一怒之下看差不多了就跑了，不玩了。结果我一跑，后面啊它就开始涨停，后面涨到30多块吧，涨了10倍啊。那个股票就是徐翔的啊，他现在还拿着华丽家族的这个股份吧，好像还在打官司，对吧？当时我大概1000万左右在买这个华丽家族，对吧？有时候早上一看一高开一冲，我就卖了，全部卖掉。哎，到收盘的时候下午啊，它一回落，马上一买进去，全买赚个差价，那个差价3分钱，那就不少钱呢，1%、2%的利润啊，把手续费扣掉，乐此不彼。你想我要当时不走，对吧？如果不卖，
年要翻10倍，咱一个小目标到手了。所以说啊，事后诸葛亮都容易。叫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都是这么说吗？不过这个建国爷叔啊，还要3年到4块5块，很有决心啊。他12年过去了，3年就15年，15年不一定能解套啊，也可能解套啊，这个不一定。但是时间没了，他这15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啊？每天就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啊，然后每天就吃一碗面。本来爷叔啊，他的退休生活啊，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结果就这么无意中啊，阴差阳错进了胡适。被套。其实我看过爷叔介绍啊，据他自己说啊，他当初炒那个最早的时候啊，因为他年纪够大，他最早的时候炒那个认购权证，他赚了20多万。那这么说的话，实际上他在胡适没赔多少钱，对吧？他早就该想通一点，一刀割下去，然后对吧，开始正常生活，远离这个胡适。现在是越陷越深呐。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显然就比这个建功爷叔啊要轻松得多，就是心态要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退休了，他退休金非常高，对吧？他拿来炒股的钱是自己这个资产里面的一小部分，对吧？他退休金比爷叔退休金高得多，爷叔好像退休金不到1万，80多了。关键是胡一进老师他自媒体收入多啊，所以对他来说，他有源源不断的子弹来补仓。他目前这个状态，他投入这么多钱去炒股，不影响他的生活。爷叔到现在居然还有按揭贷款没还完，是他儿子的房子，还差10几20万吧。爷叔家里那个房子要装修，破烂不堪呢。爷叔那个牙要安装一个，这样改善，对吧？提高一下自己的个人生活这个质量，他都没钱，把钱全部用来补仓，对吧？就是在补牙和补裤子之间呢，他选择了补仓。当然，胡一进老师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这胡一进老师今天啊发了个评论，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啊一个让大家比较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咱们的巴粉、塔粉、俄粉、哈粉、伊朗粉，好像这一下整个乱套了。为啥呢？就是我们的巴铁和阿铁，或者叫什么铁，塔铁、塔利班铁打起来了。你说胡一进老师2个老朋友，2个老铁打起来了，你说怎么弄？这不乱套了吗？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同时操戈啊，相煎何太急啊！哎，我现在等着这个胡一进老师评论一下这事啊，对吧？给咱指明方向啊，给咱定调啊。哎，结果胡一进老师他就是不评论，这也很反常啊。胡一进老师啊，他先是啊，在前天，因为最近咱们不因为稀土的事情，对吧，狠狠的教训了美帝嘛，对吧？掐住了美帝的脖子。结果啊，网上有很多小道消息、小媒体报道说，我们的巴铁啊，在背后啊，跟这个美帝勾结，眉来眼去的，把咱们的这个稀土技术啊，要偷给这个美帝。哎，胡一进老师做了报道和评论啊。胡一进老师10月12号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啊，巴基斯坦上月与美国战略技术公司签署了关于关键矿产的协议。然后他后面评论啊，他说如果相关报道属实，巴方的确在使用中国设备和技术向美方提供关键稀土产品，使得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绕开大国出口管制的一个巨大漏洞，那么巴基斯坦的做法就严重损害了大国的国家安全。巴方必须尊重大国的最新规定，停止在大国技术基础上与美方合作。这是胡一进老师啊这个评论，也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警告巴铁啊，你可不能这个挖墙脚啊。结果啊，这个昨天啊，大国的这个发言人呢驳斥了啊这些谣言，也就是发言人的意思是啊，巴铁没有向美方啊透露咱们这个稀土的这些技术，并批评啊很多媒体啊是不了解实情，或者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挑拨离间，是缺乏根据的。大国关于稀土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与巴方没有任何关联。然后胡一进老师又发表评论啊，对这个进行评论，他说啊，这样的澄清非常及时，让人放心啊，大家一起转发扩散。中巴是全天候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巴友好地久天长。所以说啊，这今天的胡一进啊，再一次抽昨天的胡一进。在某些地方啊，这胡一进老师表现出他这个素质和水平啊，比很多自媒体要低得多。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啊，他是个资深的宣传员，对吧？得有很多东西他完全可以再看一看，对吧？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这一下胡一进老师遇到难题了，巴铁和这个塔铁啊，或者叫阿铁2个火并上了，并且巴铁毫不犹豫的啊，直接出动的就是枭龙无人机啊，插打一体的，在阿富汗上空啊，咣咣一顿乱炸，把阿富汗这个塔利班的很多军事基地给炸完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塔利班虽然英勇善战啊，但是他打无人机还不擅长，人家搞点恐怖袭击还可以。我倒要看看胡一进老师能忍到什么时候。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